姐姐听说楚人也有歌舞，寡人曾在郢都的祭祀大典上得以观赏，甚为优美。祭祀大典。对了，楚人好巫，歌舞都是装神扮鬼。王后一看就是善舞之人，日后在大王身边，不知王后是扮神还是扮鬼呀？据我所知，秦人也是敬重鬼神的。楚人好巫，招魂驱鬼，祈福攘灾，但怕就怕有一种巫，扮人扮鬼，非神非鬼，平时装的清白无辜，一不留神他就会出来兴风作浪。魏夫人在秦宫多年，定见过这种巫吧？你要这么说，妾身可就摸不着头脑了。魏夫人聪明，慢慢想就知道了。今日大王大婚，台下毛歌相向，台上唇枪舌剑，好不热闹啊！让姐姐看笑话了。秦人好武，只要不要把这比武变成比武就行。芈月只是想告诉大王，其实楚人与秦人一样善歌舞，秦国有武士之舞，楚国有女妓之蹈。既然殿上已经有了武士之舞，那就望大王允许，请楚女献上楚国的山鬼之舞。准。献山鬼之舞。大王，请用酒。小丫头，口舌伶俐啊。是，大王。把祭品放好。是。自君之后，世上再无一人可与你比肩。寡人一直以为，公根衍能做寡人的另一个你，但没想到他逃离开秦国，与寡人去渐行渐远。当初你离开秦国的时候，可也怀满腔恨意。先生认错人了吧？
车上只有区区2个商贾，并没有什么公孙衍呐。昨日朝堂共识一军，今日相见，公孙衍为何缩头缩尾，不敢相认了？下来吧。罢了，罢了。虽然如此，楚离子不必对我言语羞辱。我公孙衍不过是想出趟远门，不劳楚离子相送啊。身为大良造，出行光明正大，何苦要乔装打扮？公孙先是位高权重，乃大王的左膀右臂，怎能不辞而别呢？昨日座上客，今日阶下囚。大王待臣下3星而已，令天下人寒心。大王对你仁至义尽，倒是你公孙衍朝秦暮魏，首属两难。带走。是。慢着，慢着。大王口谕。公孙先生曾为秦国社稷立下汗马功劳，听闻即将远行，特此千金以壮行色。这个符节是大王叮嘱一定要交还先生的。臣妾若是有所求，大王能答应吗？那就要看你是否和寡人心里想的是一样的。臣妾请求为继儿求封巴蜀之地。什么？你想为继儿求封巴蜀？是。臣妾想为继儿求封巴蜀。为什么？当年攻下巴蜀，继儿有功，大王让我为继儿讨封赏，就当是大王赏赐继儿的。寡人说过，从不赊账。你起来吧。继儿不想留在宫里。是继儿不想，还是你不想？告诉我你的真心话。寡人不准。大王若是不允许，臣妾不能起来。继儿是王儿，寡人对他另有打算。继儿资质平庸，不堪造就，望大王开恩。你该知道这些年，你和继儿在寡人心里的分量。但你要明白，我属意继儿，并不因为我与你的情谊。芈月，你太让寡人失望。你当真以为寡人不敢杀你是吗？来人，去霍鼎圣殿诛了这个大狂徒！蔺相如，你算计了寡人，也算计了你自己的性命。臣好久未曾热汤沐浴了，谢秦王恩赐沐浴。好，寡人成全你，伺候令公子沐浴。太后到。
母后，儿臣惭愧，激动了母后。听说今日宣誓殿热闹得很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外臣蔺相如拜见秦国太后。相貌堂堂，正气凛然，真国事也。看到了你，我就像看到了当日的张仪。这祸皮伤肉也是难免的，这叫习武吗？舞刀弄剑，杀气腾腾，招招是像要害。祭帝便可以在父王的寝宫中舞刀弄剑，这阉人老奴也可，唯独我不行。难道我不是父王的亲生骨肉吗？逆子！父王，倒皇！父王，倒皇！父王，倒皇！倒皇！父王，快！父王，让开！父王，倒皇！父王！太子，此刻怎么办？你速速离去，不然让父王抓了你们。你呢？我，这位太子，自然是要为大王侍疾了。对，我要为父王侍疾，随时等待父王传召。你们快走！是，走。八子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太子带着3名御史到承明殿找公子季寻衅闹事。继儿怎么样了？亏得大王及时赶到了，可是大王急火攻心，口吐鲜血。什么病症？奴婢也不知道，听说情况非常危急，已经人事不省了。楚离子，事已至此，你是宗伯，还不快拿主意？哎呀，不能再等了，不然来不及了。分封在外的公子们日夜兼程往回赶，这腿脚快的马上就要进咸阳城了。大王今日再不下，死于战场的不知道有多少，而王氏女子别嫁，又何曾不是另一种战场？舍身、舍命、舍情。身为君王，就真的要这么无情吗？你要君王该有什么样的情呢？是周幽王宠褒姒，是纣王宠妲己？身为女人，我怨他们。可是跳出这一重身份来再看，失去江山的人连性命都保不住，还有什么怨恨可言？夫人既然这么说，可言语中却还有诸多的不情愿。君行令，臣行义，他保他的江山，我保我的真性情。夫人大彻大悟，芈月受养多，非经磨难不能彻悟。我倒愿你们这些孩子，一生一世都不要有这种彻悟。你们要照顾好尹夫人。是。